今年是汉人开垦南投满300年，有一间做皮工作室就特别以南投在地文化元素来设计纪念 logo。南投市公所表示，因卖继续透过旅游行程、各活动来推广南投。对清朝就有的南投花啊，出名的小食南投薏米，包括山红土种出来的往来。用南投遮的代表元素设计一个 logo， 伫南投做皮的工艺师特别伫今年南投开垦300周年，设计多样办做皮的手工艺，希望加深大家对南投的印象。南投的这个城隍爷祭，是我们俗称小过年，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特别把它放进去。百年市场里面，这个意面其实在我们庶民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南投市公所表示，南投市有税部出场所，不得奠定历史建筑，毛古井拿电市院。过去的南投花仔产业嘛真兴旺，阁有袂输予南投小过年的配天宫成风照景，这个拢是南投遮值得推广的文化。公所嘛办活动，希望让大家知影南投迷人的所在。今年拄好是南投市第一代。这汉人的祖先来到南投市开垦的300周年。过去伫咱南投市有真侪好的产业，比如讲这南投的这个陶艺未来咱嘛会继续来推广着各项的这历史文化。南投市公所讲，目前公所已经培训一批导览志工，未来会透过深度旅游行程、活动等方式推广南投市的历史文化甲产业特色，希望吸引人定来南投游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